当一个汉族媳妇嫁到草原，天天给蒙古族老公做好吃的。今天用这个羊杂给把它做个2菜1汤，先给这羊杂焯遍水，再切点配菜。行了，这羊杂也焯好了。起锅烧油，先做羊杂汤，这些够了。炒的稍微变颜色了，就加开水。锅开了，咱们把这个沫子撇出去。这个汤让它先在这儿炖着。起锅烧油，再做个火锅羊杂。火锅底料炒开了，把羊杂放进去。再把土豆放进去，再放点咸盐和五香粉，炒成这样就行了。加水，熬成这样就行了。再给它放点盐和胡椒粉，把香菜和葱花撒上就出锅。撒入香菜，出锅。最后一个菜，再来个爆炒羊杂。行了，出锅。3个菜都炒完了，去看看把特去。今天草原上刮大风了，把特在那安网子呢，防雪的，我去看看。快安好了吗？饭都好了。快了，马上就这一卷了。我帮你安。不用了，你快回去吧，冷的，马上弄完了。那我回去了啊。喝吧。哎，这雪真厚。还烙2张饼。这都咋做的，媳妇儿？这个是火锅羊杂，这个是爆炒羊杂，这个是羊杂汤。哦，尝尝这个羊杂汤。味道绝了。好吃，你多吃点。看看这羊杂，朋友们，我先尝一口。这样炖就是比较鲜，这个汤。再卷个饼，给把汤喝上。哎，媳妇儿，这是包子里头了。包里。这个更好吃。好吃吧？这么吃也很好吃。媳妇儿，一个羊杂你做出这么多花样，真厉害。那必须的呀。不错。